三大支出點樣轉化為4種唔同嘅收入。根據政府審計處嘅調查，港人最大嘅開支就係住屋，達到10,836蚊。第二就係外出用膳同埋外賣，5,045蚊。第三就係交通費，就係2,013蚊。你覺唔覺得有啲嘢唔係好妥呢？大家有冇答案呢？好，我開估啦。喂，入息稅，你去咗邊啊？今日咧，我就同大家講下三大支出，留俾關羽同張飛點樣轉化為4種唔同嘅收入。住屋啊，都佔咗我哋3成半嘅開支，你都咪話唔甘啊！如果可以將錢入自己個袋，咁就為之 very good 啦。而最好嘅租客，梗係我哋自己啦。所以咧，我係絕對贊成呢個轉租為買嘅選擇嘅。而一般人咧，對按揭都會有一個誤解，就係以為借30年咪30年慢慢還咯，借25年咪25年慢慢先還咯。但係你要留意，400萬嘅樓價，如果你借70%咧，30年之後你嘅利息支出咧係已經到咧158萬噶啦。如果你可以早少少部分咁樣清還嘅話，你咪又入多啲錢入自己個袋咯。所以咧，當你做呢個按揭嘅時候咧，就要問下銀行有冇呢個部分清還嘅呢一個選項，同埋點樣做啦。如果你話你絕對真係冇錢買，亦都俾唔起首期，咁你應該點算呢？如果你未結婚嘅話，我絕對建議你繼續同父母一齊住。橫掂你由細到大都係同父母一齊住噶啦，唔好唔記得你係慳翻10,836蚊，一年慳成10幾萬，用嚟做投資都真係好唔錯啊！我就想分享一個例子，我就識一個朋友，佢同佢老婆同埋2個小朋友都毅然搬翻去同外母住，因為想節省開支。根據我所知，佢都起碼住咗1年或者2年都有噶啦。計落慳唔到10幾萬，都隨時慳緊20幾萬啊！拿住20幾萬用嚟做其他投資都真係好好。所以話我哋做一啲自己身體唔願意亦都唔舒服嘅事，其實咧嘅成效咧係會越快嘅。唔知你又同唔同意呢？咁跟住你可能會問我啦，喂，你唔了解我，我真係頂唔順要搬出嚟啊！咁又點呢？最起碼你都揾個朋友同你分租，分一半呢個負擔啊！